阿媽又整咩可以食啊？整個陳醋熱花生嚟食，天氣熱熱地，整個開胃嘅小食嚟食下。哦，呢個一出去食飯啊，餐前小食一上嚟就光盤㗎。而家準備啲配菜，攞出個橙嚟先。先俾啲滾水去浸花生，要浸佢10分鐘先。橙呢，我哋要橙皮唔要橙肉嘅，所以先俾啲鹽擦淨個皮先。個肉俾你食啦。哇，好嘢！你要皮，我要肉喎。橙皮切成絲，蒜頭切片，辣椒去仁切成絲，辣度呢就自己控制。食得辣嘅放啲小米辣落去，再放幾個芫茜頭，配菜就喺晒度啦。而家開始調個醋味，200克豉油，再嚟70克白糖。再嚟25克蠔油，陳醋400克，唔好唔捨得醋啊，要多啲浸住先好食㗎。我就係用呢個手工老陳醋，全國陳醋睇3西，佢係非物質文化嘅，手工釀造嘅，5年陳，1支5斤裝，配料表都好乾淨㗎。平時攞嚟整陳醋雞腳、陳醋蘿蔔，同埋攞嚟點餃子都好好味㗎。呢啲平時1斤要賣12、13蚊㗎喎，呢啲唔使咁貴啩？唔使㗎，一半都唔使。將啲料攪勻佢先。浸過嘅花生擎乾水放落陳醋度去。呢度一共有幾多花生啊？1斤花生喺呢度，將準備好嘅配菜倒埋落去，攞個玻璃罌入住，放落冰箱去冰佢1日1夜就食得啦。家嫂，快啲過嚟睇下，啲花生得晒啦。係喎，入晒味咁嘅樣啦，酸酸濕濕咁嘅味啊，超有吸引力啊！陳醋熱花生就做好咗啦。唉，流口水嚟熱啦。哇！嗰隻手直接啊，好食噶，可能餸粥都好食噶嚇。係啊，餸粥餸飯一流啊！嗰啲陳醋味好惹味喎。